幸福三宝，迄个嘛该。假实打场。这款呢，夜黑鸡答案错了，来亲他一个。好，答错了回家架自己走路回家。他儿子就在等这一刻。7个，这可以讲成，比方说叫做料理陀螺啊。料理陀螺，哎，好像也可以哦。雖然你客揀然後形容人家當好食，有時候是冇講翻呢，只有出聲就你有没有按后生？高級的哦 no， 你要干嘛？一定要他台的。他很多丑条妞，他都去打音波把丑条妞打掉，真的。这个是肉毒，我们警蟲嘅。係我睇係要100空3打用呢。那阿婆咪係200歲，啲咪實在。你們100起跳的，100起跳。什麼長壽村？當你手啲夢想吹色，看你家自助就錯咧。錯，名路未做得看得到。哎，你好 YT 的收視率勁高哎。都是什麼？收視率啊，哎，漢語你都愛講啦。哎，應該啷講哦？你看好通勝節的時間呢，咩但搶報名參加來賓聽哦。現在現場觀眾的報名名額，哎呦，已經練散練回嘞。對呀，以社區為整個單位。對啊。好，轉回去，等一下反光了。好啦，哎，今日呢，真嘅哦，沙琪做一個單位呢，Q 下來都要到一比賽，而且我跟你說，他們真的都太會煮了。我為了他們要來。我前一天就先空腹。哇，人家168，你是168。我大概显速度脚本的时候 ，OK， 这个厉害。哎，今天先断食。要留胃。对，真的。哇，所以今年哦看得出来哦，去洗煞都是有备而来啊，擘開菜就做得點出來。冇錯，新老朋友都今日品勝欣賞，提前老朋友都嘅係小戴師傅。大家好。這個問號的部分是。就唔啲愛做乜嘅就看一家之主。哎，懂。大家好，朋友都係2G6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1G6。名夠好。哎，你聽東西有懂名錄單夠款嗎？有。那這一集在演什麼？這一集在演方哥跟那個小戴，不是演我。我們不要先讓小戴兩個會變啊，我看得太認真了。可以係你逢追尋水集，係來自新竹幸福嘅一個阿姨同真嘅叫下來哦。青梅阿姨劉麗琪，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你看下白camp俩出係來自突然拼緊哦，呢條係梁共坡哦，郭啟川還有蔡友梅。歡迎。好，先來可以係逢吹一開始嘅時間，我先丟出埋個好料來，想睇解一下咧，就可以下哦。哎呦，我係師妹誒。我一邊跟大家介紹青梅姐哦，佢喺行業線上做20年呢。老師，欣賞好，大家可以多多指導他。係哪種腔調嘅？啊，係自然腔也係西煙腔。哦，係劉腔嘛做得。劉腔咪做得。好好吃。 2年人嘅哦。我都來2年呢。要加減嘅糖，啊個加減嘅怪事落去。啊。米絲可能係做得啦。冬天糖。係啊。哇。尤其嘅糖哦，按個熱天拿來。 泡氣泡水，炒泡滾水都清好食，一定好食，有開胃，有養生，有醬，像人家都按醬。啊，其實呢次呢，基本上也下面又開始搞行業嘅，帶點生意呢啊，看落好，基本上係做飛機最有錢的。哇，懂會算錢。哦，今天拿到獎金的時間還有這樣。 不用看獎，我會計都有個特殊技能，他們的手勢都這樣。錯。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攬住哦，梁共坡感情非常好，大家可以買個好起來。來，這個就是我很期待啊！中頭夜班，哇！自家做的嗎？自家做嘅，自家做嘅嘢，自家做的嘢，對，有機的哦。有機啊。用雞有小出來嘅，有機啊。唔係用雞小雞。 都好吃嘞！人嘢都香，人嘢真的好香哦！你看他們又香又 Q， 反東 Q， 味道一家自足。對，味道一家自足。早晨5點之後你得走，比你兩三好幾來下走。等一下，5點後來氣色還這麼好，為了你們啊！這個其實你們藍隊可以說是客家之光啦，客家女性之光。哎呦，你們應該有沒有知道成功的把後路影變做客家人？哎呦，旁邊這位帥哥是嗎？哎，我後路影。嘿，喜歡客家妹。
对了，他现在连偏国语都听不懂。莫最神奇的故事是讲哦，去龙沙这边去到两位哦，对，但是报名的人不在现场，是吗？还对，报名应该很麻很难来。那我来恭喜他，第一让你龙沙讲，今天不但想要走出来，还要玩游戏。有梅姐花很会玩，因为她就是安亲班老师，就是要陪孩子们游戏呀。这些题目都他出的嘞。是吗？哎呦，好啦，非常期待记得表演哦。猛超马上先来踢馆暖身 PK 下喽。向前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用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同脑筋，还会比反应，两片变素养，顺来慢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哦，今日两片哦，两组都算是线上嘅组合哦，一片系行业线上，一片系安庆班嘅线上。先讲那个老公哦改做行业，所以这很难呐。等下考验大家对客家的文化了解，就比拼嘛，还有对料理，还有实作题哦。冇错，最杯米腐吹流南吹加起来嘅成绩，就代表讲师傅做的先几道好食材来做下一次的料理场大家食咯。好，先来剪豆上挑布啊！风吹先开始。哎，哪一家？信不明，不能不地。嘿哦，好，这一题答错的话，来看啊，新竹嘅幸福三宝系讲乜嘅？半条翅膀、水烟虫、米粉竹姜饼、牛眼、公眼、乌尾子诶。太简单。A，嘿么？嘿，假词打唔错。食材咪。好，讲得很满哦。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！信步最有名就系三家宝啊，信步算系全台湾哦经济总府嘅集散地之一啦，所以动作的胜利面哦，许多信步的世界为到许多夹，许多薄，所以板条哦就符合条条的条件，所以后来呢，新埔就变成板条之乡。啊，家下讲到嘅是起饼哦，起饼就系因为信步啊有信足嘅球场风，还有去学校落水，所以晒出了个起饼啊，真正很啊哦，啊最美嘅家就系水战冲，做起下港用真正冻干苦啦。某马嘅机会做在使用啊，所以是捞嘅注水冲啊、爆蛋、饭酥粉，还有使用哦，萃出来做出来水战冲，变做新竹哈种最中意嘅一种小菜之一，系安用心哦，恭喜得到2分了。好，南吹要先来题嘞。煮菜用丝丝，好，咩感冒哦？阿弟，对啊。是中意。好，你嘅南水呢有2-3年嘛，等下排出1-3年都限時30秒當中，而跑出一個紫甘藍絲呢超過200公克，按樣就算過關呢。南水打算排出就有梅子嘛哈，你要來比應該冇問題啦哈。問題也注意哦，當然冇跑問題多數哦哈。 30秒停停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哎呦，顛倒，聲音，走對啦，它有加速了。這個已經是亂飛，我等下怎麼整理？這很難跑，很難跑啊！喺呢個準備應該係要水分啊！嚇，15秒過體了啊！現在有一種歇斯底里的感覺。好，啊！我等下你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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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這個時速比鋼鐵還快了啦！好，停下來。這個已經是齊川哥手上的先拿下，齊川哥手上的要算。來，張博堅，這你的隊伍哦。來，正平的先落去，我攏講等下假使唔然，我們故意掠落去，200公克就好咧啦。盡力也變錯呀。莫打爽哦。哎呀，莫打慫啦。哦，69，差一半。人家手半機啦。好，順位，這給他106了，這給他。線譜挑戰失敗。唔怕，體力挺，這時候要一個安慰獎，來親一下，快點，齊川哥，快點。阿哥姐姐，你要比這種故事還要別，係嗎？哎，這真的。對。哇，哎，等下有梅姐，你的臉已經跟紫蘇梅一樣了。對呀，我臉已經紅了。我們紅哥要戴墨鏡了。來，往風吹危險，哪一題？蛋的知識。蛋的知識。水煮蛋咯，茶葉蛋嘅亂龍咯，杯做嘛有常時會長嘅呢，兩個係乜嘅呢？A 係高溫久煮產生嘅硫化鐵 ，B 係茶葉中的單寧酸染色變到呢
C 黑乱拍子，狗纹加热产生变色，太难了吧？那个是硫的沉淀，哎呦，哦，很确定，他是老师，而且20年了，好像网络上啊到处都有宣。有讲网络上还有一家之主哦。哦，抽啦，有讲过一。下。好，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恭喜，就係 A，冇錯。其實咯，亂地部嘅成分有相關嚇，亂拍哦，佢本身地部有硫化物，該亂風哦有鐵，所以受到熱以後，該兩個就會結合起來變做硫化鐵，硫化鐵就係呛死嘅。所以其實看到呛死嘅時間唔是講哦，因為基本嘛嘅使用個安全嘅疑慮，它是可以正常使用，係正常嘅現象哦。冇唔差，恭喜！那所以选一些比较好的题目，簡單的，是不是？團結一心。佢哋係動團結的。我唔錯。客家人語講3年一線，物界變檢，甜物界好，係石頭，也係黑炭，也係講黃奶。石頭對啊，有原因嗎？你覺得什麼最有可能會變金？有什麼可以變金啊？點石成金是嗎？對啊。哦，应该是黑炭，你覺得是黑炭？怎麼該把它用？黑炭很坚硬啊，不是石头。所以你這個答案3、2、1，搶先先。好，黑炭。好，談不用改，係嗎？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係黃泥哦，黃泥呢？你睇俚語哦，係講善嘢強熱心嘛，往內變做金嘛，係團結的力量大。永遠講善解求砒霜哦，勝過一個諸葛亮。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道理啊，就是你拿就會按永夠，肉固你就按你夠，就會按你。可是汪奶是很軟，然後你團結在一起，擠在一起就變很硬的黃金啊。對，所以團結力量大，果然係線上。好啦，溫風吹，沒關係，還有很多題，不要放棄。來，紅隊。文風字音。好，來看一下哈。實作題。下一題實作題，等下 Q 用拍子13年來做推表，51分鐘當中呢，要把這個鵪鶉蛋呢，成功的夾到另外一個盤內的度，就做對。不管呢，後兩項的道具已經送來。其實實作題說真的蠻難，不要想說只是夾不夾個鵪鶉蛋哦，其實它有挑戰度。鼓手首先呢，就是要當一個穩重的人啊。好，但我先給你一個那個預防針，不管你用辦哦，你都比我還強。他一顆都沒有講。嘿，錯，這輩子。好，我等下又是這輩子哦。你突然間就講。韓西又是分眾聽聽哦，平均幾多秒？你老師，數學老師，他是科員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搶開始。你分眾哦，真的不容易哦。哎，一次2顆也可以哦。夜黑雞答案錯哦，來親他一個。好，答錯了回家架自己走路回家。他兒子就在等這一刻。这可以講成，比方說叫做料理陀螺啊。料理陀螺，哎，好像也可以哦。你分眾哦，真的不容易哦。哎，一次2顆也可以哦。哦，凍姜呢？好，3，你勝過張博謙了。4，你記得有一次我爸爸來最後一顆凍挑皮呢。過關了啦。哎，有沒有？你是穩重之人哦。他還幫我們紅隊加油哎。他那準備到讓他不管算不算，他都過了。這就狗冠哎呀，那這 N 隊長又動氣有色啦。七劍擊鬥，穩重之人，風錘挑戰新高。太厲害耶！我都是班的西劍呢。真的。厲害。你是我的大師呢。真的哦。哎，不來上演我的感起來。真的很厲害。哇，哎，目前都是紅隊耶，藍隊姐姐。藍隊，拜託你們加油！加油！有啊，我也很認真呢。真的很認真，先送1分。他就上題，聚餐必點。好。烤雞跟那個部分呢，熱量最高。A 黑棒棒腿，B 黑給斯本，C 黑2節翅。太簡單。有嗎？凍簡單。凍簡單。齊川哥，那應該就是脂肪最多的嗎？齊川哥很小聲，師傅的。一般人會認為雞屁股，
我认为是屁股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鸡屁股那个油脂比较多。好，我们这次玩卡罗共改。好，记住，记黑机答案错哦，来亲他一个。好，答错了回家架自己走路回家。我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恭喜！今下齐川哥就讲到重點哦，就係梗係油啊，重點是它的油脂較重。那同樣重量來講哈，就是蓋許多了，蓋熱量又452大卡哦。那棒棒腿只有159，電腦係最大的哦。好，兩腿首得1分，恭喜，中 Q， 好，总算哦。兩題，好，來，馮翠要先來題。那都鬧嘢，來看下咯。強調順序排出客家節慶，對一開始到最尾尾，係同把雞比係國鄉搶成功，係中東式嘅聖誕半節。3、1、2，這是什麼時候？食品業12節慶我們都常常有教小朋最挑友。天的係第3個那個聖誕班，咋個咧？上夜班，在國內的通化節，5月雪啊，咋個咧？在國內搶新貢。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挑戰。老師講呢，反正冇錯嘅，用性啦來講吼，看如果是國力的話，最先嘅就係推動動學聖誕班節係到2年時間，客家通化節哦，有啲係4年，有啲係5年，最尾就係國上嘅搶新貢係到年代11年，恭喜！這老師太厲害了。平常時讀高考時間是去教小朋友啊。對， 12大節慶係啊，太厲害，但沒關係，藍隊。你們今天的畫面非常多，而且今天不管藍隊還是紅隊，哎，都變紅隊，因為他們兩個臉都紅掉。所以這不是真的。來可以看嘍，是不是真？好，不過那個是不哪一個不含維生素 D？你們都選到比較難的哈。對呀。黑熊菇比黑三文魚黑茶米，不含維生素 D。很摸哦，摸維生素 D 哦。維生素 D。沒有維生素 D 就是茶葉。茶黑。哎呀，齊川哥，你也想法嘿。C。啊，怎樣？如果齊川再答對怎麼辦？來，你們自己講。換別人親，那就兩個。換別人親啊！這麼大方啊！不是，哎，你們兩個嘴對嘴親啊。公主抱。而且我們不行啊，我那種胖架公主可以，齊川哥，走得要總單，一句話，走得要總單。嘴對嘴親。可以啦，還可以。不行啊，等下我摔下去了。我們齊川哥一句話，男人的擔當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去吞出去，他的公主抱啊！剛才咩講吞出就係公主抱。對啊。對呀對呀。準備哦，來，齊川哥，來。真的假的啦？來啦！國謙你要，國謙你扶着。好，你扶着。中上鼓勵一下。哎，國謙啊。我們會幫你後製浪漫的音樂。走對了。他兒子就在等這一刻。裝一片，親一個，進的。謝謝。好了，今天的運動達到了。哎呦，我今天都賺到，我傳到嘞，傳進夾白夾順眼貓進到哎。還是百科小全書到大家分享一下，維生素 D 啊，其實哦最主要就係到卵啊，還有菇兒啊，還有三文魚啊，倆都有東西地維毒是主要的營養素。剛剛講到的茶米哦，雖然冇維生素 D，不過佢啊茶酚態凍好，茶酚態凍豆對身體的病強瘦係凍又幫助解。哎呀，齊川哥就秀到哈，今天還凍派些，凍派些。他現在講不出話哎。唔會。啊，我們等下。好了，他們感情事情大家再講啦。我們給他結婚盤中一下。我們現在有幾題？6題啦，6題。又紅線。來6菜1湯。務必煮一些比較喜氣的菜色。對，比較喜氣。啊，剛才講完的蛋怎麼現在過來了？莫打熟。哦，馬上會鹹。這是什麼？椰奶嗎？牛奶。那個是什麼？花枝醬。花枝醬。好。太多也難選哈。都會給爛。撩亂來撈去啊，用得軟哦。蛋蛋豆蝦，他們現在取名字都這樣。蛋蛋豆蝦菇。香菇。1、2、3、4。還有一條。最尾一項。
你们真的很爱彩椒哎。好，那牛会发中 Q 就有红色彩，看下师傅都带我用的编发喽。师傅送菜牛。好，这一关其实本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手工会不会只有一样食材？哎呀，结果风吹哦，全答对哎。对啊，老师太厉害，中 Q 呀有六红色彩，有向后催苗吗？想要做一用四季元宝菇。哎呦，好来，他们四季幸福。对，来。而且用要花枝加大料，拜托小袋鼠要让它先切末。很机切拼出来。怎么了吗？不行吗？我发现两个冻好用，发地用也都做菜。海龙王啊。要标一些蛋白咯，要。哦。啊，只要蛋白就會。哦。講係唔使按道理，到到嗰啲大爽。標落去。所以亂拍嘅目的係為到機會增加粘性。哦。嗰一系列太白粉。但是發劑這種本性是有甜分嘅嗎？基本上有含有甜。但是為什麼我說外面有人那個發劑這種會加凍？買一個係加工的啦。哦。可以加工基本上有加污。這手工的。有一點米酒，一些就會。去腥嗎？對。海產幫菌菜凍是鹹的。係啊。就像那炒三鮮啊。嗯。大都有口感哈。哎呦，凍加了哦。你是手取代那個打蛋器？對啊。摔一摔，它有粘性就可以了。哦。OK。按你就做對。要來香菇，湯匙。好。哦。拿來包上去。可是要用炸的。半剪半炸，然後攪亂變落去。哦，像進駐。要做一個像元寶的形狀。哦。哎，你剛才沒想到，我一直還在想着鵪鶉蛋到底要做哪一種。要好啊，就變落去。半剪半炸好。那鵪鶉那食落去的時間不是問題有粉哦？唔是，這樣呢，其實會鹽的。主要要按做比很了。這真的不能單純用剪，太高了。半剪半炸。那你為什麼不用其他倒落去啊？粉掉了造粉。哎，這家不挑粉啊。哦。這邊。哦，像酸了耶。cái tảng cổ用cái啥？它這樣變過來就會。哦。它待它先定型了，它變過來就對。那師傅要你有炒醬料嗎？炒雜的，今天炒雜的。這可以講成，比方說叫做料理陀螺啊。料理陀螺，好像也可以哦。嗯。新的說法哦。對啊，咕咕陀螺。樣啊，大家要剪呢，剪必鬆落來，還要片。四季豆老鴨勾油落去，用下當然都要炒椒鹽誒。哦。做棗誒。椒鹽可以耶。發劑這種啲熟年之後，它會長大嗎？會膨嗎？唔會，唔會。除非牛膘粉誒。才會。牛膘粉誒就會。火鍋店的都會。而家係牛膘粉。我要種片粒粉唔會，片粒粉唔會。一般呢有膘粉誒，就其他添加粉的話就會。就煮完出來，怎麼這麼大個這樣？對對。我是怕說等一下一膨起來以後，那個蛋那彈出來，不管它用什麼。彈出來。哎。就變彈珠啊。彈出來是不會的。而且你這樣子半煎炸鵪鶉蛋，還可以有一點虎皮效果吧？對。那一樣師傅可以放氣炸鍋嗎？可以。這一樣可以用氣炸鍋，所以氣炸鍋各位師傅會覺得是家裡面的必備嗎？因為我還沒買。我們比較少用啊，家裡是需要。不夠就得賣啦。你覺得要？家裡都對啦，我傳統的話，不可能啊。因為燙死，除非用嗰種嘅蒸烤箱。你剛剛講到氣炸鍋，我其實講固二，氣來固二那氣炸鍋基本 Q 會不會？可是這香菇乾很好吃的。一定要吃。因為其實胸部那類鋪就會揪下豆，像鹽酥雞店的那種。很稀有。嗯。可是鴨董柳行把那個魷魚絲啊丟到氣炸鍋裡，聽說也很好吃。哦，很好吃。真的。很好吃。也是加一點椒鹽粉就很哇，很阿歐了。阿歐。這樣會讓我想買氣炸鍋。我說了四季都含義。哦，過油。這鹽酥雞店啦。哦，水分出了嘞。那邊不用酸甜，紅呢？
炒皮照不用落去。重点是要椒盐嘛。不是不用盐。哦。这个待会啊，哈，太给它拼成的时间，一定要记得吹吹哦。那个会爆汁。那个爆汁会直接让那个嘴唇会变这样，舌头会直接，这是什么？爆唇呐。哦。用一些盐哈。它真的长得很。哦，直接调味哦。一些糖。伊爱用走过去后从动态来固哦。像元宝中间故意的。对。哎，这很有创意耶。胡椒粉。啊，盐酥鸡店的老板都会这样用。哎，对。啊，再加个9层塔。没有。因為你客揀然後形容人家當好食，有時候是冇講翻嘅，只要出聲。你有沒有按後生？高級的哦 no， 你要幹嘛？一定要它太低。他很多丑條妞，他都去打音波把丑條妞打掉，真的。這個是肉毒，我們隱藏的。哎，這很有創意耶。胡椒粉。啊，鹽酥雞店的老闆都會這樣用。哎，對。啊，再加個9層塔。沒有。蒜頭米。如果用金沙的應該很好吃哦。金沙也可以。哎，我家下喺看到潘黨用牛奶哈，如果真的硬選牛奶，應該會做咩變化嗎？芙蓉。哦。同樣做元寶嘅，它芙蓉那時候用整就會倒久。對。哦。時間咧關係就較困難，會較慢一些。我要用牛奶老亂去炒半熟。哦。糊帶下，做整咧，做芙蓉嘅安尼。哇，都唔醬哦。OK。來。裡面4季元寶菇。按樣去後勢咯。來本師傅嘅贈衫，真啲冇想到誒！哎，你睇紅嘅雪菜做到變做安用心。呀，來到開龍王嘅鹽酥雞店。來，試款的哦。來試試看哪太夾來哦。好香哦，難怪香噴。皮控現選。係啊，都香哦。哎，聲音會爆漿哦。哇，這個還有蛋黃哦，好好吃哦！大師傅就是大師傅。色香味俱全。鵪鶉蛋炸過好好吃了。哇，那這樣香菇鬼之類的東西哦，很有口感。這個鹽酥雞店會想要抄襲耶。真的嗎？鹽酥雞店哦。你抄什麼？好吃，好吃哈。那叫齊川哥回去做本身。好，齊川哥，我聽說你今天有一個任務，我勞你受益，我會跟我客家話走1100公尺。你有什麼話要講的嗎？客家話。沒有。趕快哦，給你機會哦。夾舌頭咧。好可愛。金毛老師，你知道你玩？食上米，好，全部油，清醬又清後生，什麼開始傅。就你客家人啊，哈，形容人家當好食，有時候是冇講翻呢，只有出聲。你有沒有按後生？最高級的哦 no， 我們聽聽客家標準的來，3、2、1啊！好了，剛剛頭前呢，馮吹到南吹係4-2，馬上來進行最關迷一關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吹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青沙皮嘅素魯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，實在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那最關迷一關呢，前面哦都神奇，都燒烤。那神奇係咱屬於個漸漸譜。我們紅隊也是一樣，很有智慧。還 CT 耶，全部答對。對，來先問一下馮吹兩位老師哦，最關迷一關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蔥燒麻油嫩肉。啊，係要演過生嘅嚟麼？誒，做得啦，
因为你太大都系生的啦。所以是做的是，因为嫩肉。韩国你都有用的猪没有冻体片哦。哦，老师养都臭头牛黑嘛，猪颈肉。一条猪都两滴。臭头牛我要学起来，我就讲。你捏我干嘛？你捏我干嘛？一定要他台的。他很多臭头牛，他都去打音波把臭头牛打掉，真的。这个是肉毒，我们警虫嘞。哦，是哦。好，最尾民意馆老太太讲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大家好来看一下，咱需要带来马嘅感情都好嘅料理，来，扇贝鸡，哇，扇贝哦，又奶扇贝，酒，调酒，水母一贝，哎，是，出啦，我講係咪尖咧？虽然秋天哦，又见慢了凉粉，不过水母刚好又讲到吼台风的部分哦，就加分题的部分，喊走都得加油掉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哦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馬上開始走了，哇！哦，來看下個臭頭牛，要臭頭係哪家？按着这个臭头牛松板肉，所以我按了3个就可以了。老師按用，哦，对啊，按2下。哦，你看我要中温我现在用苦茶油先爆一下酱。你对還要帶苦茶油，因為你要胡麻油變我變富，要過溫不耐熱。苦茶油的耐熱度比橄奶油還夠。用媽先落去，嘿，爆的有一點點香了以後，媽就長落去。臭頭牛我用來切咧，你看你係咩？按輕一挑，會讓你電到就是垂直逆紋。對。但阿姐，你平常時讀的走線上啊，怎麼可以走出來啊？這麼了解，順紋逆紋很精緻。因為我們都有聽上次有做啊。係啦，平常佢當然。係我看還有134假羊呢。哇！134，啱我看啊。假羊啊！草皮當出煙。所以這個要給他祝福長壽面。對啊。哎呦，給身體好會走幾來比賽啊？哎，真嘅哦。都要比賽耶。坐輪椅呢。他恭喜菜哦。我會撩啊。那假羊是仔。仔出咩出到？遇到機來做住攝咗齋菜嘅。我們有宰菜師傅啊。哦。那阿婆咪係要包菜，基本係雪仔。你們100起跳的，100起你們是什麼長壽村？真的。有沒有秘訣？我感覺係食無嚟問題，就係因為會簡單，我聽到嘅挑門啊都差。我不看黑，香菜全部7點鐘。當時是落班，雖然係超過2點鐘啊，同樣嘅專業室，當時是落班，所以落班物嘅化學桶、物嘅食品嘅桶啊，就全部一收啦。係啊，這很關鍵。添加物還下手。對，添加物是當收。真嘅，迄工作7個料理吼，沒加上呢。好，我們等下個都轉來哦。哇！哦，兩道都厲害哦！真厲害，無限加油呢！這水帶本哦。我是把。別個久袂下香。嘿，別個抹水分，唔會儲嗆。我們齊川哥現在也非常認真哦，他非常的有架勢，而且聽說呢，他是一個飆仔騎士。飆仔是非常暖的浪子。浪子，咩啦？佢在不老騎士。錯，佢在阿姐哦，又相信又憨的時間，踢那個哈雷。哦，你們騎哈雷？沒哈雷啊，重機啊。騎重機2個人會。你們是誰追誰啊？我追他，當然。怎麼認識的？那個吊橋認識的。吊橋。哦，你6年就走那個大溪吊橋。我不記講啊。可以換一下。沒，田徑哦，以為假。可是你都會。跳土機幾街啦。我有懼高症。不是，都吊橋之前用很認識的呀。就是你們要的第一拜上見面就會都吊橋。哎，我唔敢講。啊，不是，你們在那之前就認識了？沒有，不認識。不認識，就是辦一個活動。哦。聯誼嗎？哎，不是聯誼，是一個工會辦的活動。哎，人家古時年來的地嗎？地啊。哦。地。後來嘞？然後當天就天雷勾動地火。就拿安簡蛋，好快哦！好快，就安簡蛋就可以娶到老婆，那就好嘍。至少要拖個3個月。對，一定要給他一些過3關嘛，對不對？嘿咩？咁你要出馬該看難的考題嘛？群基咪講項目啊，
唔係講是，唔係講該是唔是咧，唔是頭部孬咧。客家妹呢？啊，你都有蓋孬哦，哎呦，這個是土蓋的嗎？係，又腿又夾熱又肉。平常時大埔卡咪愛用品嘛，哈。係嗌叫佢聽助手。來助手聽聽。做阿婆嘛？一個。哇，好幸福。一個孫子。嘿，讓你保命該會嗎？不是，我那個還該張蠻強。啊。佢講唔係強。啊？佢講還沒有。都錯概念，因為你們兩個太浪漫。邊個嘢係乜嘅？麻油。哦，你有麻油嘅食冇凍河凍氣嘅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。北港麻油。北港。哇！打開了本睇一看。哇！慢慢滾。睇下麻油。黑麻油。你當香啊！老師有冇計柑記？枸杞對。枸杞。該煎嘛該？酒。哦。哎，這隻多落去啊！對，直接到那個酒哦，直接到那個。該水冇打手。該酒啊。哦，該酒冇打手。挑鋼拍係等下擺盤用。嘿，裝飾誒。哦。係啊。其實這道也很營養。啊，要不用油蔥酥冇啊？冇呢。冇。記得要食得下清淡。對。係咪麻油？冇打手係啊。冇打手。哇，cái thông theo còn chỉ là đông甜哦。係啊，對。哇，我變落去咧，你都有麵線下醋哈。因為麵線像一種的話太鹹。哦。然後香港的普通的磨米線的，那是一般。一般，炒得一般。米線嘟嘟吼，裡面不是標養。係啊。不過那要有哪兩種麵線都地度咧？兩種，松酥麵，鹹嘅咯，鹹嘅。一鹹嘅麵線係牙乾油，乾洋葱，就130塊，給市政府送嘅麵線哦。哇！我今日睇下食嚟個松酥，所以140塊哦。我剛講我已經松酥誒，就係應該下講嘅啊哦。兒子，媽媽來了。凍河搞，讚。薯絲麵醬，一個人刀，一個醬，鹹白豚來哈，兒子。說那要有哪兩種麵線都地度咧？兩種，松酥麵，鹹嘅咯，鹹嘅。一鹹嘅麵線係牙乾油，乾洋葱，就130塊，給市政府送嘅麵線哦。哇！我今日睇下食嚟個松酥，所以140塊哦。今日你來祝福給阿婆啊，身體健康，一齊講一句好吧？我先。好。祝福阿婆身體健康，100億。祝福阿婆永遠快快樂樂。阿婆恭喜發財。祝福阿婆身體健康，當然順心順意，順順意意。錯。好了，那我們就準備得獎了哈。沒有。對啊。好，我哋看一下幾特別嘅其他兩分未哈？加油哦，加油哦！來，打開你本睇下看咯。哇！酒香係咪啊？剛才就加啲有酒係嗎？又加酒。哇！我覺得三杯雞我最愛吃的就會加蒜頭。長款加蒜頭哦。沒錯。貴粒要用冰落去，這樣才會香。沒錯。哎，三杯雞的碗是不是要用碗啊？嗯。有沒有用碗來裝啊？嘿。主要是那個量而已。或者是你落去秀皂咯，係做的。秀皂夾拍會落係嗎？沒，我來不及。我來不及。每晚都10點半，我來不及。唔係啦，你都定日見熟都得喺度。係啊，呢個一個肯定係嗎？係。哦。就簡單的一打開來。哦。因為收汁可以用的。係啊。對，要收汁的。啊，你來了，伊用乜讓你兩叉講哦，有一個客家料理節目咯。嘿，佢講一家之主啊，該主持人哈，一個帥，一個美麗，食材不？用黑話講，媽媽，我帶你去參加，我說好。結果經驗咧，結果佢跳酸咧，跳酸咧，去韓國、日本。叫到媽咪，叫到媽咪。郭一晨，來跟他講一下話。來，哎，兒子，媽媽來了。凍河搞。讚，薯絲麵醬，一個人刀，一個醬，鹹白豚來哈，兒子。你跟兒子一起來。哦。啊，那你調味又不用嘛該？又麻油，又薑，又蒜頭，又辣椒，還有湯，九層塔，
好，好了9层塔故意加完饼落去吼。嘿，好，我们先倒数喽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下最本美观，那么卡米西卡站到喽。来，本期嘅掌聲鼓勵。哇，睇下今日有實錄嘅哈，先來試下，過來咯，兩位講一下，等下食到風吹麵線啦哈，係Andy親妹子嘅家娘，養下100公里些，縣政府送嘅長酥麵，市政府送嘅長酥麵，不錯，睇下食的對不？長酥，100年，100年。來。哇，cái麻油香，香，臭條肉，香哦。很嫩哈，嫩肉，cái thông theo，當甜哈，睇個感覺哦，甜嘅，哇！我感覺我已經長酥嘅，就係應該下講嘅啊哦，這。吃日本拉面那種聲音，那種吸的。那你表演，一下。表演，要輸啦。那個油香氣嘟嘟好，非常的好鮮。好，等下就係完成攬水嘅了。三杯雞，地好順哦。你的三杯的味道好香哦。真的。非常好鮮。升溫。因為記得就加漢堡骨，所以記得散步地步還去帶甜。記得漢堡骨凍脆。你杏鮑菇真的超脆，真嘅。因為它是用乾煸跟冇落油。對，杏鮑菇乾煸，而且杏鮑菇頭，叫什麼切？叫杏鮑菇總的要用挑杏鮑菇頭。所謂杏鮑菇頭，係個蛋糕沒有開花的，不是，怕的。不是後面那個傘狀那個沒有了，就是那個柱，那個柱。應該知道記得介料處理到非常好鮮，各種鹽水嘅鹽哦，食落去就會知道講，它很適牙口。沒錯，用最多按個做牛角散哦。係啊，都當然牛角散咯。這真的牛角散太好吃了。其他都按弄一下，給老婆一個實際上面的。什麼？他一直都給。我看他自己表現啊，一摸手都來，要摸過，這什麼節目？我打牌就會進不進鼻。啊，這樣子我下次還要再來呢。還老師都有可以親啊。進就進步千貴嘅觀眾朋友看，可以公開的親啊。係啦，個挑戰哦係2分甜，但是我相信你們的戀愛是滿分。來看一下最尾師傅嘅評分了。緊張嘅時節到了，都帶師傅牛角散呢，先來搶師傅風吹搶分數，滿分。我們總共10分呢，大滿貫呢。香挑秧豆妹呢？好，攬水壓啲動態，好，調戲一下，來看下攬水得到幾多分？也是6分。哇，最高評價。很少看到這樣子，2隊都是滿分，要不要都親一下？這邊。你留下進來，公平一下。兩片的米絲攏做到火鍋的都有客家米絲。先講一片，同我分滿分，第一，當用時，佢用茶油去煸過，還有不當加麻油，都唔會苦，而且食的時間慢食，就先批到茶油的米絲，食落去要吞落去，轉落去米絲係麻油的表面，再來咧夾麵線一般鹹一般冇鹹，嘟好，唔會死鹹，也唔會完全冇米絲，後果夾個。松板都沒炒得到好，所以一片啊俾滿分。南出一片咪係同樣啊，第一個係當用心啦，第一杏鮑菇也係用無油的方式去慢慢煸炒，就在調味。後個再來第二個嘅米絲調到當好。但是佢就是講可能時間的關係，手冇按照安尼啲呢。但是呢，做整體也時間的關係唔咩兩問題，所以我咪分滿分。謝謝。謝謝。好，來談下小戴師傅。兩腿梅頭圈做動吼，唔會痛痕，唔會痛塌。你一片呢，該松板豬的部分切到破嘟好，試來唔會咬唔甜痛，咱逆紋切都很重要。
好该面线的嘿，全部抹老粘，啊，不过是迄个油味抹梅头，哦，该麻油到该蔬菜油的梅头全部油出来，当好食。啊，另一片呢，该肉哦，当嫩。一般来你三杯鸡会酱该梅头冲冲冲咸，我是崩盘，两味该咸土嘟嘟好。谢谢。这集真的好精彩，前面呢又有比较养眼的画面，哦，后边呢又有让大家大饱口福的画面。好，等下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去了颁奖喽。总共2关嘅挑战，成绩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10分，藍翠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馮翠第1名哦，得到3000元嘅夾菜機。嘉陽講第1名誒。好，再過來恭喜兩隊嘅神仙眷侶哦，記得得到嘅禮物的吼，係乜嘅呢？兩隻嘅係太晶鹽大寶鍋，唔但搶安用心哦，來，先拿定。好，还有嘛个呢？且大容量、高密度钛瓷双饮杯，送对，你看200送103，2杯酒啊，谢谢，送一东风嘞。这是他那个骑那个机车的时候都在用啊。对啊，对，谢谢。都是用。先来看一下你馮翠哦，先來請麗琪姐老太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今晡日當歡喜來到兩位一家之主，好啊。挑戰搞遊戲、親身戲，啊，後部嘅主動戲咪當歡喜，因為當日主來辦咗咧天使推，哇，冇強咯，當歡喜新聞台一家啲咧交朋友當歡喜。係啊，嚇你拜個車廿部卡朋友，叫下來下特別嘅啲啊。我來講啲上來來。真嘅啊！啊，日咧落日咧對邊啊？對真嘅，幾多歲？呢下係2年生，2年前，到底幾多歲？那係銀佬咧，楊天咧。請問你今日按子勢，你記唔記得我正言做嘅講係你一家之主嘅智慧王啦？啊，請問答題，而且又感謝人嘅感恩，帶來嘅祝福，要不要參加心得？老太太講一下。要按個記，比如講，按你平常做嘅東西吼，都壓未來，係啊，神仙按樣去呈現出來，本大家按分享。哦，輕重要係一般啊，講樣嘅麵線素麵，本大家嚟分享，本大家健康是幫你。係，安子生。好啊，安子生，謝謝。今日都在做風，好，大家下來哦，今日哦，你下因為梁沙都退休了啊，開心農園的生活，動作生活強下，但是一起上節目，你經驗動難得，係錯，T100，哇，有咩感想？高興啦，懂歡喜，哎，懂歡喜啦，好了，最後壓軸，讓詠梅姐表示一下，還要表示哦，哎，剛剛都是動作的語言上的，哦，哎，我愛你，我也愛你，哇，這個他常會講，哎哦，幸不幸福，詠梅姐？我姓陳不幸福。跟我一樣。你兩三個先發動身起吼，啊，今日參加吼，有嘛個學老大家分享的麼？我來同我報名講，我是動球時都喺上動場哦去選比賽啊，唔過哦，我係動歡喜啦，然後一家之主有這個機會，不應該到來兩位，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，而是美麗的主持人帥哥。他們2個人說讓報名了呀，你們準備好哦。下次要來哦。你跟媳婦2個一起來。跳下來。嘿。好，神夢太子家今日跳下來到你節目，未歡迎大家呢抽樣不卡，連三好朋友跳下來也特別大，都是分享樣不卡嘅好明星，拜拜。上來了，恭喜大家上來了。